大家好啦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咧關於參禪念佛嘅故事。咁咧就作者就係孫東柏居士啦。咁佢係一個針灸師嚟嘅。咁啊又講翻佢嘅故事咧，就係佢分享就78年啦。當佢嗰陣時第一次嚟美國到遊學嘅時候咧，就去到金山寺啦。咁嗰陣時仲喺金山寺係舊嘅金山寺啦。咁佢嘅印象就係比起台灣嗰陣時嘅廟啦，金山寺嗰陣時顯得非常之簡陋啦。因為咧其實佢係想參加萬佛城嘅禪七嘅嗰次去金山寺，但係咧就話去到自己嘅門口咧，佢覺得嗰個門又似門又似窗，佢嘅好猶豫不決啦，唔知應該點算好嘅時候咧，突然間有一陣暖流，就喺佢個胸口入面咧滲透到全身，突然間覺得個人精神奕奕，神清氣爽喎。跟住咧就見到有人喺後面咧就同佢揮手啦，咁咧就話咧，然後咧佢就由佢右側有個小門啦，有門仔啦，咁走咗入去就見到有個白人嘅和尚啦。就可以講到幾句簡單嘅國語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上人嘅美國弟子嚟嘅。跟住佢就表明啦，佢就想去參加萬佛城嗰時為期3週嘅冬天禪七啦。而家都有嘅呢個。然後咧呢個法師咧，呢個美籍法師咧就好開心啦。帶住佢同幾個中國人啦，同埋一個啱啱亦都由英國倫敦嚟到話打禪七嘅人啦，跟住咧就話一齊咧就搭車去萬佛城啦。跟住咧佢哋嗰陣時咧就同佢講，喺萬佛城打七咧係啦，從來咧都冇呢個嘅在家人，即係唔係出家人可以打多過2-3日嘅。跟住咧就孫居士咧話自己雖然已經念佛練咗15年啦，但係咧佢其實未參加過禪七嘅。一聽完佢哋咁講咧，就但係個心有啲不安啦，係啦，唔知自己能唔能夠即係坐得住啦。但係咧佢就話好奇怪嘅，又話喺嗰個車上面佢有5個人啦，但係咧佢喺個車度聞到一個好沉，即係好香嘅檀香味。anyway，然後咧就去到萬佛城啦。佢記憶嗰陣時係1978年嘅萬佛城啦，又非常簡陋啦。然後咧就係嗰陣時禪七嘅時候咧，上人咧每日都會講一小段嘅華嚴經同埋開示嘅。如是者咧，佢就唔止坐咗2-3日，其實坐咗2個禮拜啦。喺第2個禮拜嘅夜晚嘅時候咧，上人就同佢哋講啦，因為佢聽日有啲嘢佢要去洛杉磯。所以咧，佢咧就俾咗4句偈俾佢哋啦，然後叫做1978打禪七，不緊不慢不焦急，綿綿密密勤精進，不久當至諸佛地啦。所以咧就話佢嗰陣時仲特別同佢哋講話咧，參禪就唔好驚，唔可以懶惰。你哋之間一定有人咧會得到25圓通法門，即係25乘嘅圓通法門啦。呢個就係《楞嚴經》上面講嘅。就喺佢開示之後咧，佢就突然間喺禮佛嘅時候見到有5尊大佛就喺上人膊頭嗰度出現咗。佢形容咧就係呢5尊大佛咧就懸住喺空中。就紫金身光嘅，跟住咧就襯托住上人嗰陣時，上人就着住大紅祖衣啦，非常之光耀。然後咧，當佢禮佛完之後咧，上人就突然間咧，佢覺得上人特別故意問，佢話：你哋有邊個睇到有咩感應啊？可以講出嚟。但係咧，佢覺得嗰陣時咧，佢上人咁講咧，佢覺得有啲古怪，因為佢記得上人嗰陣時講咧話，如果你修行嘅時候有感應係啦，係唔應該講嘅。除非咧師父同意啦，或者為咗鼓勵同參有特別目的啦，
否則咧就唔可以講自己有咩境界嘅。咁於是咧佢就好猶豫，咁然後咧上人就似乎咧好多人都知上人有他心通㗎啦，咁知道佢諗乜，咁跟住咧就於是咧就連續咁問同一個問題問咗2次，而當時咧佢都依然猶豫不決，到最後上人好直接咁講，話講出嚟啦，俾大家聽一聽啦，參禪嘅功德咧係絕不唐捐嘅。咁於是咧佢終於明白上人真係對住佢講，咁於是咧佢咧就終於講出嚟啦。咁咧就話咧佢禮佛嘅時候咧，當佢望住台上嘅時候，就見到上人咧喺上人膊頭嘅位置咧就有尊大概1丈咁高嘅，咁咧就紫金身光嘅佛啦，咁咧就結跏趺咗啦，就喺空中。咁當時佢就離講台大概喺100尺度啦。咁佢自己好坦白咁承認咧，佢喺嗰度咧就打咗2個禮拜禪七嗰陣時啦，佢其實咧係一啲都唔覺得上人有對上人冇咩好深刻嘅印象，唔覺得有咩特別嗰陣時喺萬佛城。但係咧直到見到佛之後咧，佢話先至恍然大悟，一個咁簡單嘅嗰陣時咁仲好原始嘅道場，話咧上人嘅道行係可以得到五位佛加持嘅，所以咧就於是佢就開始就跟上人嘅修行啦。咁呢個咧下面咧佢就分享即係上人走嘅時候佢自己嘅心情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睇一睇呢篇文章啦。東北抗日將軍李延武20幾歲就已經是少將了。1974年在台灣皈依上人，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上人，提到他在皈依時的特殊體驗。信中說，當時看到自己心裡有一盞很光明的燈點着了，大悲心油然而生，欲念就消了。師父道座，此次延武在台北皈依，仰仗師父是不可思議之法力，即作頓悟心燈永明之意。又皈依後，心中悲念無端而生，1周之內不能忘懷。因有此念在心，其他欲念俱去。又此復悟，悲能泯人，亦能治癒。皈依時，師父生作說法之際，延武當見師父時而現菩薩相，時而現大將軍相，2相顯現不已，法旨亦屈伸不已。使延武精誠凝聚，頓生心燈之悟。事後問朱大德，對師父法相顯現均無所示，唯延武一人見之，亦云信矣。凡圖李延武扣上，令敬書皈依時頓悟心燈永明4字，由航空掛號記上，敬請自收存念。唯诸慧中啊，这个诸啊，也可以说当语助词。怎么语助词呢？就帮助这句话的。说唯诸慧中，这慧呀，就是当时这个法会里头这些个人。法会里头的有1250个比丘，又有这个无量辟支无小，又有十方菩萨，这么多人啊，和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法会呀，比较可就相差太远了。我们这个有20-30人呢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法会呀，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围绕佛。我们这儿啊，你说20-30个人呢，人是20-30个，但是神呢、鬼呀，也是无量无边的啊，这有
很多很多的鬼在外边那儿听法呢，有很多神也在外边那守护着呢啊！你要不信，你看看啊，那儿你数不过来的。